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仔人 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大家伫空中再相会。最近拢感觉住伫都市住甲介压杂，也要吵死，真想要搬去深山林来住。我要去享受山内平静的生活。你感觉啥款？无得较好哦，有好有歹啦。安怎讲？毋是逍遥敢若新鲜？你甲想，深山林内就是无厝边，行行嘛着要家己来，要食饭嘛爱家己煮呢。无像伫市内，上无四个拢是7甲全家，随时要食啥拢无问题。有影就对，阮这都市上拢想甲介简单，无想着连食饭着爱家己处理。佮毋若食饭尔哦，破病要看医生嘛着落山，食会用诶拢着爱一遍落山款互食，无你想诶遐轻松啦。哎，我着天天想着啥着讲啥，较欠考虑。我看我嘛是继续做我诶都市爽就好，逐顿若拢爱家己来，我会起笑。你敢知影住深山林内连运酱都会惊？哈？较晚咧才讲互你知，咱先进音乐啦，好无？好，咱先来服务咱诶听众朋友，等下才听你说分明。音乐请了。阿伯沿路行，沿路讲，山高生意做介大，主要是做进出口，伊有军队咧经营，算是港区即块位仔诶头人。就安尼，三个人对白啊，越过来，佮踅过去，佮经过一条巷仔，下甲连对面有人行来，都无才调相闪，爱两人拢搭壁，硬尖才尖会过。这路安尼生，有影会记无落来。因行到一间介大间的楼仔厝头前的时，阿伯停落来，讲：山高的公司就伫遮，恁才含伊研究看觅咧。我先来。三个人甲伯啊说多谢。阿峰知影伯啊有食薰，嘛为牌仔摕一包薰丝送互阿伯，讲。这阮故乡的薰丝，请你食，真热辣，感谢呢。阿伯嘛无提时，薰丝接咧，顺手就递伫裤袋啊，讲：加遐客气，多谢啦。无搁加讲啥，人活咧，就为原路行转去。海口人就是遮阿萨里搁亲切。三个人徛伫山高公司头前详细看，公司秀面装潢真水真气派，看起来就是大好野人得大的所在。大门顶面挂一块匾，漆乌乌刻5字金色的大字“闽高联合会”。阿峰是头家人，代志看较济，交代因两人讲：等咧，恁莫交话。见机行事，看办事讲话。三个人入去到公司，随看到一个少年仔，剃平头，穿一束料身看起来真优的西米露，乌皮鞋绿甲金色色，袂输会使当作镜来照。花仔写字上顶头2粒紐仔无扭，领阁变出来，卡伫西米露的领顶面。少年仔看到因三人。随过来招呼，请因去碰椅坐，喙笑目笑讲：三位兄弟，敢是要来遮借钱？人两骹，钱四骹，约钱真艰苦，这元拢了解。阮遮日是真公道，做你安，报你爽，保证算会好。祝恁放心，甲阮借。阿龙因三人心内焦疑。敢有走毋着经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毋知要安怎应。颠倒是少年仔看三人丢独无应话，佮接落去继续讲：敢讲三位兄弟毋是要来借钱的？若是安尼，敢是有拍笑，爱阮斗处理？阮铺路的，祝你安，
包你满意，价钱公道。阮做信用的，请尽量还付。三个人愈听愈紧张，感觉绝对是走毋着径啊！阿峰先出声讲：阮是要来找三高先生参详代志，反正是阮走毋着径啊，真实的，甲你搅扰。少年的听阿峰安尼讲，随时业务仔的态度就无去，正经甲阿峰应讲：哦，是安尼哦，要找大个耳，请问是向小盖恁来的？阿龙应讲：是江边拄着的一位头毛白苍苍的阿伯，伊带阮过来的。哦，是水泉伯啊介绍的哦。恁遮请坐，小等者，我去甲大个讲者。少年的就行对内底间去，无偌久，人佫倒转来讲：大个请恁入来phòng茶，咱内面请。三个人应一声多谢，就对少年的入去内底间。内底间是装潢做办公厅，壁顶挂100字画，9尺宽，5尺悬。字画顶面仁义2字大字，写甲水佮飘撇。字画边仔一对武术刀，长刀伫顶悬，短刀伫下面，放伫定做的架仔面顶，摆甲水水。佮有真济拍野球的手套，放伫柜仔顶，摆甲整齐。擘大是真济支，直直插伫一个圆筒里。Hinoki 夹做的办公桌，正面刻一只狗甲一只虎伫相搭，手路真幼。办公桌头前是一块长柱形的 A 桌，底边正对办公桌，当边一边摆3条交椅，同款拢是 Hinoki 夹做的，真实是介气派。迄个坐伫办公桌后壁闪闪的，应该就是三狗。三狗看因三人入来，起身就讲：我是三狗，水蛇伯啊，介绍恁来的吼，咱遮请坐。三狗行对交椅遐就坐，嘛请阿龙因三人坐伫对面。少年的甲人带入来了后，人就离开办公厅。三狗的穿插甲少年的差不多。种插伫西米露是朴色，色子是葡萄酒红，皮下是酷鱼皮，料身比少年的搁较好。4个人坐好势了后，三狗讲：是有啥物代志要和我参详？做恁尽量讲，做恁问，免烦恼。我是斯文人。阿明听着尽量问，嘛无加想，随着甲阿峰进前交代的袂记即了了，问讲：大个是安怎？你的头毛电甲遮尔球，像不做安尼？应讲：我还未开公司进前，伫工地做工，安尼较凉，较袂着沙。阿明佫问：是安怎？室内都无遐光？你阁爱挂乌仁目镜？应讲：较早伫工地做工，日头伤炎，真擦目，挂久全款式。即时阿龙甲阿峰已经伫洗目尾，叫阿明莫佫问啊。阿明天天啊看无，继续佫问讲：是安怎？你颔棍仔迄条金破链遐粗，敢袂伤重？应讲：较早伫工地做工，安尼金细细，较影目，别人才看会着，较袂无张无弛，去互同事伤着。即阵阿龙甲阿峰已经紧张甲伫流凊汗，洗目尾嘛洗甲目睭强要脱窗啊！阿明犹原7月半啊毋知死，继续佫问讲：是安怎？你倒病目睭遐，
有一期直直搁长长，为额头离到喙角，敢是小台去互刀仔撩着诶？这时，阿龙甲风已经强要吼出来，惊山猴会变面。按算讲，看办势若无拄好，就随时要让讲。毋过，山猴共款真斯文应讲。较早伫工地做工，同事无细字，贼仔为顶头落落来，去互挂着诶。加在无伤着目睭，毋过面就变安尼啊。阿明阁想要问，阿龙虽伸手去甲阿明诶喙吮咧，毋互伊阁讲，嘛拄好伫即时，少年诶撞入来，真激动讲：大海，你位啊迄边诶竹家啊，搁去工地咧呛声，讲要含咱输赢。山猴起身，行去门口少年仔遐，讲：对啊，人客伫遮，莫伫遐大声细声。你共款带囡仔去处理好好势，毋通失面子。还阁有爱叫我等诶，莫阁叫大诶。竹啊，煞目眶红红，昂声讲：我走啊回来时，伫家己流浪，若毋是大诶收留，凡世早就死啊！大诶就是大诶，我毋改啊！山猴阁应讲：哎，讲袂听的你，人客伫遮，莫阁演即出，紧去甲代志办好好势，毋通失开哈。竹啊应好，人阁撞出去。拄则你讲到稳将会惊住伫深山哪内诶人，是安怎讲？像安尼，你甲报住址，伊差不多是听无。过来，你就开始甲报咯。报路有啥问题？我伫市内不时嘛在共报，迄哪有啥问题？报路当然嘛毋是问题，问题是伊一直驶，愈驶愈摇移。安怎讲？伊若开始看到路边有毛仔埔，规路拢是顶篮仔，暗闪安尼，就会开始问你要到位啊未？一般阮将拢是驶愈远愈好。你敢若听到伊问要到未，你就知影伊心内胆胆。你阁甲应讲到一半尔，你就会看到迄稳将诶表情变甲怪怪。遐久阁还袂到，有影是深山哪内就对。过来的路愈来愈细条，点仔甲路变做黄土路，司机的表情就愈来愈紧张安尼，不时阁会为目睭面仔伫头向我诶面。伊敢是咧确认你是毋是人？嘿啦，我感觉是。有时若是下暗要转厝，稳将的反应阁愈大。所摆我若到厝，常会加互稳将一寡小费安尼。听你讲了，我也是继续来做我的都市上好啊。嘿啊，住都市袂歹啦。咱节目的时间嘛差不多要到啊，多谢各位来捧场，后礼拜同时间再过来哦。落力，多谢，拜拜。